旺角佔中活動混亂情況由尋日晏晝2點持續到而家仍然未平息，人群不斷互相推撞打鬥，有人受傷，有多個人喺現場被帶走。警方拉咗19個人，涉嫌喺公眾地方打交、非法集結同埋毆打，其中8個人有黑社會背景，有18個人受傷，包括6個警務人員。由楊安琪報道。入夜後，亞皆老街同彌敦道交界衝突持續。口角、推撞、追打，警員不斷介入調停，但混亂情況持續。衝突情況有增無減，而且越嚟越激烈。一個支持學生嘅男人俾人追打受傷，由警員救離人群。我完全唔接受警方咁樣安排。我哋啲集會嘅朋友係咁俾啲反佔中人士係咁打，但係警方係一啲執法都冇㗎，係一啲執法都冇㗎，佢係完全漠視我哋嘅人身安全。有市民舉報同圍住涉嫌打人嘅男人，等候警方處理。邊個係俾人打嗰個？邊個係受傷嗰個？可唔可以行出嚟話俾警察聽？警員亦都合力制服動武嘅人。凌晨2點幾，一隊警員驅押2個人上警車之後，喺豉油街俾聚集嘅人喝倒彩。警方手持警棍戒備，但人群一直進逼。警方先後舉起黃旗同紅旗警告。又轉換裝備，戴上頭盔同手持長盾牌戒備，直到增援嘅警員趕到，聚集嘅人先至慢慢散開。有線電視記者楊安琪報導。警方拉咗19人當中，其中1個係聲援學生被打穿頭嘅男人，佢頭部傷口需要縫4針，而背後亦都有傷。喺醫院治理傷口之後，就被送到去旺角警署落口供。佢被控公眾地方打鬥罪，獲准保釋。